各位德晶女子中學今屆嘅 DSE 考生，你哋好，我係梁修女啊。就嚟考試啦，心情係咪好緊張呢？咁呢，雖然我離開考公開試嘅時間呢都好耐之前噶啦，不過呢，我每一年呢都會為DSE 嘅考生祈禱啦。咁今年呢，特別會為你哋祈禱。咁我呢想送首歌俾你哋啊，咁可能呢唱得唔係太好嘅，不過呢都希望你哋呢鍾意呢首歌啊。故事最終必須親口講再會，再會那些一起風雨下經過的旅館，伺候了半個落在湖面，離開的臉飛走了難再遇見。8月晚風輕輕吹過到恬靜，脫下那些金色的碎片，黃葉灑滿天，歲月為下各自在流轉，途中所見一早已藏了伏線。請記得誰又停留過，請記得曾有一份愛存在，請記得留住感覺，過渡在人海，我記得熾熱曾盛放。種下馬空星星把心房照亮，隨着你的偏執跟那些沉重的理想，信念也許散落在雲海，忘了方向，始終有認了導向。請記得誰也曾迷惘，請記得還有一份愛存在，請記得留住感覺，過渡在人海，我記得雨後能劃破。請記得誰和誰掠過，請記得還有一份愛，不怕什麼，請記得留住感覺，過渡在人海，我感激曇花盛放，那記憶最後還是愛。你哋可能會好奇怪，點解我會揀呢一首歌啦？呢首係流行曲嚟嘅，又唔係聖詩啦，又唔係同宗教有關嘅歌。不過呢，其實我呢本身呢都有時呢會聽流行曲嘅，咁好鍾意呢個歌手嘅歌啦。咁而佢呢首歌呢都係我最鍾意嘅，咁好有意思啦，因為佢個
主題咧，即係嗰個首歌嘅歌名咧，叫做記得。佢第一句咧就話故事最終必須親口講再會啦，咁樣。無論咧你哋今次考試考成點都好啦，咁都係結束咗中學生涯嘅，係啦。咁即將咧會展開你哋人生嘅另一頁啦，咁樣。我點解送呢首歌俾你哋聽呢？就係想同你哋講，無論將來發生啲咩事都好啦，都希望你哋記得喺德菁女子中學曾經有過嘅時光。我相信呢，好似好短咁樣啦，因為你哋頭3年呢嘅中學生活呢都係停課之中進行嘅。到中4呢先至叫做呢正正常常返學咁樣，有實體嘅課堂。不過呢，始終呢，就算之前係停課都好啦，我都相信當時你哋呢都有網課嘅。將來發生啲咩事都好啦，我都希望你能夠記得喺德菁女子中學所發生過所有事啦。無論開心嘅要記得，唔開心嘅都記得。點解呢？因為呢啲就係你將來一啲嘅動力，你跌倒再起身再行過嘅一啲動力。而更加想你哋最記得嘅係呢，就係呢一份愛係存在過，呢份愛就係你哋嘅老師對你哋嘅愛，你哋同學之間嘅愛。就算好似好少見到我哋修女喎，我哋寶血女修會你哋一所學校嘅辦學團體寶血女修會咧嘅修女咧，時時都為你哋祈禱，都有一份睇唔到嘅愛喺度。最重要就係天主俾你哋嘅愛，無論你哋將來發生咩事，好希望你哋記得呢一份愛。記得呢一份天主同你哋同在嘅愛，佢係永恆嘅，佢係唔會熄滅嘅。無論你係跌倒起身、成功或者失敗，佢都係喺度睇住你，喺度陪住你。